香港娛樂圈傳來沉痛消息，著名藝人四哥謝賢喺7月20日證實離世，享年89歲。近年四哥健康狀況開始轉差，甚少公開露面，過住低調生活。據了解，佢早前入院，上星期更一度陷入昏迷，被送入深切治療部搶救。但佢意志力非常堅強，堅持要等喺內地工作嘅謝霆鋒返港。霆鋒得知父親病危，即刻放低工作，喺7月18日飛返香港，幸好趕及見到父親最後一面。雖然陷入悲痛，謝霆鋒仍然遵循父親生前教導 The show must go on。佢決定完成青島巡迴演唱會後，先返港處理後事。不過霆鋒已提前辦妥相關手續，安排將父親遺體移出醫院，由殯葬公司接管。謝霆鋒同妹妹謝婷婷於7月20日喺社交平台發文，沉痛宣布父親死訊，並感謝各界多年來嘅支持。佢哋形容父親一生才華橫溢，成就非凡，唔單止係受人尊敬嘅演員同藝術工作者，更係一位充滿魅力、熱愛生命嘅人。佢獨特嘅風采同真摯性情，為身邊每一位帶來歡樂。多年來對香港電影同演藝事業嘅貢獻，更深深影響幾代觀眾。謝賢一生拍過多部經典作品，2022年憑電影《殺出個黃昏》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，成為高齡影帝。雖然當時因行路姿勢同面部狀態惹來中風傳聞，但事後已澄清。近年佢甚少公開露面，享受退休生活。上年謝霆鋒舉行演唱會時，未見父親現身，引起外界關注。不過同年8月霆鋒生日，四哥同狄波拉一齊出席家庭聚餐，場面溫馨。四哥嘅離世，娛樂圈失去一位巨星，佢瀟灑有型嘅身影永遠留喺觀眾心中。